敬请收看大视东北虎点秋香。秋香啊，以后你着叫我如玉姊啊，我会参照亲兄话同款，家己疼痛。后盖咱华府甲东家就是亲家啊，安尼啦，我敬大家啦吼，来。来，干杯，干杯。叫你叫如玉姊啊，你搁真写叫，有够袂见笑。我头足戆的，歹势，我可能是啉酒醉啊。哎，秋香啊，啉无2杯就咧醉，就是讲嘛，你看阮2个啉遮济哦，拢无代志啊，对无？对啊。为什么？小雅，你哪是这样？秋香，我，这你的啦，安尼啦。华母，老早哈，老早。怎样有感觉？什么款啊？你讲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说，刚讲你戆啊那个比同款，什么事拢唔捌是？喂，我同你讲哦，本少爷啊上讨厌人叫我弟啊啦，你讲话头较细腻哦，若无我对你无客气哦。哎呦，这秋香姑娘若知影讲吼，伊甲你困一暝了哦，你无要负责任，迄心肝内唔知要偌尔啊艰苦咧。你知影？歹势啦，我最近唔知影后站的为什么会困喺秋香的面床顶啦。大口袋，唔知的代志会用去问我。问你？哦，莫怪哦，昨暝我都无啉偌济，都唔知影人啊，一定是你伫避鬼吼。哎呦，你若突然间变得遐尼巧着啦，但即嘛青米煮成饭啊，你即嘛知影上班啊啦。我真正惨啊啦，是我爹尔知影，我一定叫骂死的啦。哎呦，我是要安怎面对老师啊？哎呦，你也知影代志严重性，我来将这件代志讲出去。你面皮厚，迄是无要紧哦。秋香姑娘，伊是要安怎做人啦？到时啊，伊为一条路死。拜托啦，你千万唔通讲出去，若无秋香真正会去死啦。你会使骂我弟，骂我戆大仔，拢无要紧吼，你满意就好啦。哦，我莫讲出去，会用的。为
开始，我来给你做啥，你就做啥。只要互你保守秘密哦，我啥物条件拢答应你。真好。等你阿囝阿娘伊惊啥倒转来时阵，你马上就甲我讲你爱秋香，你马上要带伊做某。袂用的啦，秋香是阮师娘呢，我哪会使带伊啦？爸，我甲你讲啦，别项代志我拢会使答应啦，要毋过这件代志我绝对袂答应啦。笑亏啊！人都还在困去啊，你搁讲什么仁义道德？你若唔答应，这件代志我马上就给传出去。安怎？好啦，我答应了。要毋过，秋香即摆用情挽我啦，伊绝对袂答应要嫁予我啦。秋香兄，你这里放心，你若照我意思去做，安尼就对啊。你嘛爱保守秘密哦，若无我绝对袂帮你煞。袂帮我煞？哼！你甲我听清楚，即嘛是你救我，毋是我咧救你。你无资格交讲任何条件。哎呦，这要安怎啦？你想讲甲撒旦咧涂骹，坐到遐靠靠伫个代志上？你叫我吃创啥？你讲啥我听无啦？这生米煮食饭，你搁惊什么呀？你这里放心啦。啊，咱花母啊已经答应讲要甲你负责任，要带你做某啊。哎，你嘛应该欢喜才对，啊，乃愈哭愈伤心啦。啊，你毋是一直要想要做一个夫人啊？你敢知影？我费偌济苦心，伫咧酒内面下药啊，甲你两煞做对，你应该感谢我这大个人啊！我当时你合害我，你走，佮讲安尼啊好听，讲要接受我，做你的好姊妹啊！你为啥要安尼对待我？这也就不是，我当然嘛无爱你嫁去东大，你凭什么甲我手红？凭什么甲我做姊妹啊？就算你不爱我嫁去东家，你嘛无需要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侮辱我的情辈。你敢真正唔惊报应心？哦，你敢讲报应这两字？你抢我的红衫，这就是你应得的报应。这件代志，你若无想要别人知影，你就乖乖听我的，嫁予花母。为什么你搁要逼我？这得怪啊，就怪你的人缘伤过好。东港每一个人，就要甲你两煞做对。我总是爱趁早想一个办法解，想来想去，就是甲你嫁出去，安尼我毋才安心。我唔肯答应你。你真简单啊，我就甲你甲花母困斗阵的代志，讲互每一个人知影。好一个，就是变好。我叫你唔通甲伊讲啦，我叫你，我答应你啦。一个查某囡仔会当嫁去华泰师傅做新妇，算讲你祖先有这个保庇。哼！秋香，是的啦，我是不得已。夫人啊，你既然答应秋香甲董伯虎的这桩婚事，咱即摆转来就赶紧该办喜事啊！啊，这件代志敢到这尔啊赶紧？讲实在，秋香要离开我，我实在足唔甘的。夫人，你这么疼秋香，啊，就念早赶紧嫁予伊心爱的董伯虎，互伊过着幸福的日子啊！阿爹，秋香袂晓叫老师啊，秋香爱嫁的是我啊！你是你咧胡白讲啥的啦？啊，这个代志敢会用滚笑是？阿爹，阿娘，我
我心内哦，真介意秋香啦，我一定唔敢讲出来啦。今仔日秋香若是嫁予别人哦，我就会痛苦一世人啦。不离啊，但是这是安怎？你这个袂见笑的人，我说你叫秋香啊，你拍人啊！哎呀，文丽啊，你是咧创什么？文丽是一时的糊涂，你哪会出手拍你的小弟咧哈？阿爹，我是要甲拍互精神啦。秋香是我的师娘，你竟然就要带秋香？你家己讲，你安尼敢对得起老师？文丽啊，我是对不起老师啊，也不过我袂管遮济啦，我一定要带秋香啦。我若一天做你的大妖，我就不准你带秋香啦。哎呀，你也唔知，你就莫伫遮黑白路好无啦？以后你就知影秋香为什么要嫁予我啦。你讲的是啥物话？你安尼敢是算是人？我问你这种小弟啊，我嘛无你这大兄啦。我知影，你一定孝顺秋香孝顺足久啊。也毋过我甲你讲，秋香今仔日要嫁的是我啦，唔是你啦，你莫孝顺啦，你拢来点你。我看秋香甲董伯虎这桩婚事，若无良则彻底的解决，我华府永远都无安静的日子。秋香要嫁予什么人，只位上清楚，什么人拢袂当替伊决定，什么人拢袂愿记讲话。秋香，就等你讲一句话，看你爱嫁予什么人，农夫一定会成全你。秋香愿意嫁予二少爷。秋香，你介意的人是董伯虎，是安怎突然间讲要嫁予李少爷呢？秋香啊，你知影讲我以向是反对你甲董伯虎斗阵，也毋过你若逼不得已嫁予花母，以后你两个婚姻你哪会幸福呢？我无希望这款的代志发生。你讲，你到底是介意什么啊？秋香唔敢欺骗太师甲夫人，我以前确实是爱董伯虎，啊毋过，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。从今以后，我甲伊袂阁再来往。花母少爷，从来都莫把我当作是查囡啊，私底下也足照顾我的。秋香真感激伊，所以甘愿一世人侍候伊少爷。华文啊，我知影你要来吼，我偌欢喜咧呢。啊对啦，啊华母咧？甲秋香啊，伫无用办喜事的代志啦。我就知影华文来吼，是要甲我讲好消息的啦。好消息是人的好消息啦。秋香要做新娘啊，新郎毋是你啦。老汉灯啊，你叫你甲我创治啊吼，莫来这套啦。是不是华府已经答应要甲秋香嫁予我？啊，老汉灯，你毋通讲说就讲了徐超过哦，怪生气呢。老师，你一定要原谅我啦。我嘛唔知代志会变做安尼啊。到底是安怎？你毋着紧讲。我来点要甲秋香嫁予阿母啦。这边有可能？老汉灯，你毋是甲我讲过，何太叔亲自答应要甲秋香嫁予我的啊？你讲啊！老师，我嘛有嘴讲啊无烂。我才不爱你花母做小弟这种话，我拢甲讲啊。你嘛是坚持要带秋香，想要到秋香嘛坚持要嫁予阿母啊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要问秋香问清楚。老师，我对你来。
兄，你的新娘衫起来啊！老夫人叫你先试穿看卖，看下舒无？你哪咧哭咧？老师，你来，你甲徐好甲代志讲清楚。春香，咱出来。秋香，你都知影我要嫁别人啊？你搁来这创啥？我是要来问你，你明明是爱我，是爱要叫我花母，一定是不得已苦衷对吗？好啦，无啥物苦衷啊。我要叫花母，是我家己心甘情愿的，无别人逼我啦。而且我嘛考虑啊足详细啊，绝对毋是意气用事。你唔通我白收啊！我唔相信，咱两个人明明在相爱，你无可能变什么爱吧？一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我求你甲我讲，我就是拼死命，一定会替你出头。你对我的情，我永远都会记伫心肝头。啊，毋过我就是惊你意气用事，而且毋敢对你讲出实情。我确实是我爱你，也毋过你厝里已经有一个爱食醋、搁阿爸的家后，你若娶我，你敢有通保证咱有幸福的日子通过咧？我知如今，我你受这个委屈，以后搁从今以后，我会全心全意来爱护你，来保护你，袂可能如今来欺负你啊！你敢有法度规工陪我、保护我，互伊莫欺负我咧？既然你袂当保证一个平安、幸福的日子，安尼我嘛要为我家己的将来打算，为我的后半世人找一个好的依偎。我安尼做，敢有毋对？而且，花母伊个人足善良，我相信伊会全心全意来对我，爱护我。啊，我若是假意，我就是堂堂华府的少奶奶。从今以后，荣华富贵，两字不尽。你实在足无了解查某人的心。一个查某人，若袂当甲伊心爱的人斗阵，上无，伊嘛是想要有好日子通过。你看。这么啊水，这么啊珍贵的新娘衫，就算恁当家甲酒馆卖掉，你嘛买袂起。是我无路用，我免让你快乐，我祝你甲花母永远幸福。永远快乐。